所有人啦都搶住買 AI 股票，但真正靠 AI 賺到錢嘅呢，唔係買 AI 嘅人。你第一個反應呢，一定係晶片啦，但係晶片呢，迭代得好快，今日嘅新版呢，後年就已經係庫存啦。真正走唔甩嘅呢係電力，AI 要算力啦，算力要晶片，而晶片跑起身呢，要嘅就係電力啦。呢個唔係分析師嘅一個觀點，而係物理嘅定律。IEA、高盛、彭博新能源三間機構獨立計出嚟嘅呢，結論都係一樣。去到2030年呢，淨係 AI 要用嘅電呢，就等於憑空多咗成個日本嘅用電量。三個唔同嘅模型都帶嚟同一個答案。咁點樣買呢？美股有一隻電力 ETF 代號 XLU， 過去5年呢，平均每年升大概10%，每年呢仲有大概3%嘅股息。但最關鍵嘅係佢嘅波動率呢，淨係得 Nvidia 嘅1/3。你唔需要日日盯盤驚佢大跌。你可能覺得10%喂唔夠刺激喎，但試諗一下 Nvidia 過去1年呢，單日跌超過15%唔止一次。你賬戶入邊呢，一日蒸發幾萬蚊，你瞓唔瞓得着覺先？大部分嘅人呢，根本係揸唔住，方向提啱，但承受唔到成個過程呢，結果就等於0。但如果你聽完之後準備就 all in XLU， 咁你又犯咗同一個錯啦，將所有嘅錢呢壓喺一樣嘢度，無論你壓嘅係 Nvidia 啦定係 XLU， 本質上面呢都喺度賭緊。XLU 呢係唔會令到你發達，但係呢令到你喺人哋跌市忍唔住沽嘅時候呢，你仲揸得住。一邊放增值型嘅股票搏進攻，另外一邊呢就放穩陣嘅，令到你夜晚瞓得着覺。呢啲先叫做組合。好似掘金咁啦，唔係個個都一定掘到金，但係賣產嘅商家呢就一定會賺錢。